依家咧，我哋就嚟到咗錦繡國際花城啦。呢個屋苑咧，距離大橋口岸咧，亦都係廿零分鐘嘅一個車程啦。成個屋苑體量亦都係我哋中山坦洲最大嘅一個社區。我睇睇早期嗰啲咧，早期入住嗰啲街坊咧，亦都係非常之多嘅。樓下商業街已經開晒啦。成個屋苑咧，配套咗8間學校喺度嘅，基本上咧，滿足晒全年齡嘅啲細路仔嘅讀書嘅需求啦，而且旁邊咧亦都有巴士總站啊，所以出入亦都係非常之方便嘅。咁事不宜遲啦，跟住我哋鏡頭一齊去望一望啦。大家嚟睇一睇，呢個就係錦繡國際花城嘅區位位置介紹。同樣道理啦，睇翻下整個區位嘅大地圖係點先嗱。對面呢度香港，跟住港珠澳過到嚟咧，呢一邊係屬於珠海嘅。呢一個我哋而家見到所框嘅蛇筆激光筆指住呢個位置屬於珠海嘅。咁珠海隔離呢一大塊咧屬於坦洲啦，呢一大塊橢圓形嘅屬於坦洲。我哋咧屬於坦洲嘅坦洲南。坦洲主要分為兩部分去組成，一邊咧坦洲南，一邊坦洲北。我哋而家錦繡國際花城咧就屬於坦洲嘅新行政文化中心，佢屬於坦洲以北嘅，即係包括我哋嘅無論裡面見到嘅戲院啦、政府、公安局、國稅等等嘅行政部門，全部喺晒坦洲北呢一邊啊。而坦洲南咧就係最近珠海嘅區域，坦洲南嘅平均嘅樓價咧係比坦洲北要貴多些少嘅。嗰邊嘅一個配套嘅行政中心咧就冇坦洲北咁完善啦。由我哋坦洲北沿住呢一條環州北路經過界仙南路，跟住咧再去翻到我哋嘅拱北又好，或者港珠澳又好咧，大概就係20零分鐘左右嘅車程啊。搭巴士亦都係嘅，所以咧基本上一個大概位置咧，亦都係位置得都非常之優越啦。呢個大致上簡單嘅介紹。大家而家見到咧，呢個就係錦繡國際花城嘅成個沙盤模型啦。咁你大家見到咧，佢係非常之大嘅，主要咧圍繞住中間呢一個湖咧，去進行成個屋苑嘅打造咧，可以講係一個千畝嘅環湖大型生態社區。咁呢個湖咧，佢係活水湖嚟㗎，就唔係死水嚟嘅。佢咧係流翻出去珠江嘅嚇，所以咧唔需要話擔心咧係死水嘅問題。咁睇翻到成個屋苑先，我哋目前而家所在嘅位置咧喺營銷中心呢一度。營銷中心樓上咧呢啲公寓咧係作為酒店嘅。咁我哋依家咧就營銷中心啦。咁成個屋苑主要分為咧好多期開發。而家用眼見到啦，鏡頭右手邊呢個1期，跟住後面呢一個隔離有2期，後面呢個3期，呢啲咧係全部已經開發入住晒㗎啦。3期隔離呢邊咧有一個康體中心，亦都咧係目前嘅我哋一個會所嚟嘅，會所所在康體中心呢一邊已經係開業晒啦。住喺呢度業主咧去進行會所嘅消費。咁呢個咧就係1期、2期同埋我哋3期已經係住晒人。咁就見到咧售樓處隔離呢一邊咧係屬於我哋嘅4期嘅用地。我哋依家咧主要在售嘅咧係4期4區對面嘅5期呢一邊。我哋鏡頭咧去睇一睇第5期先。而家見到咧第5期目前主要賣緊咧係5期嘅2區呢一度。5期2區後面咧就5期3區啦。再講翻到屋苑自身配套先。而喺我哋5期嘅隔離呢一邊咧有一個公交總站，呢個有公共巴士咧係可以直達到翻珠海嘅，同埋咧亦都有呢個香港嘅穿梭巴士咧係可以直接翻到去落到去香港同埋港珠澳嗰一頭嘅。就喺呢一邊啦，而且成個屋苑咧，佢自己亦都形成咗有條商業街區嘅配套，喺呢度行嘢啊、行街啊，無論係食飯啊或者購物啊，全部都有齊㗎啦。呢個屋苑咧亦都係非常之齊全便利嘅。咁所以如果中意有湖景大屋苑嘅朋友咧，呢度真係冇錯過啦。好啦，由我哋沙盤模型望翻出去，呢個係由4期望翻到去5期嘅視角嘅。咁今次咧係5期2區嘅呢一個3棟正式全面加推，3棟同埋4棟咧模型一樣啊，全部咧都係直面翻呢個一線河景嘅，冇遮擋，非常之靚仔。咁唔同嘅係咧，3棟同其他棟數對比呢，基本上會係大積產品為主。咁啊去到2027年嘅年底交樓啦，帶埋裝修，預計單價咧去到11000、12000左右，整個價錢咧性價比非常之高。好啦，咁我哋睇一睇個戶型分佈係點樣先。4棟01戶型127平方，可以咧係做到咗4+1房啊，加一係加咗喺邊度咧？加咗主人房隔離，呢有個佈件做露台。自己中意咧可以將佢變成一個衣帽間，呢個自己講做一間主人房連接嘅書房咧都冇問題。即係總共咧係4+1，可以當佢變成咧細5房咁樣嘅設計。呢一隻積咧就南北對流雙露台啦，而且個主露台咧係非常之大嘅，客廳同埋呢個臥室咧係連埋咗一齊嘅嚇。再睇一睇另外一隻。呢一個02戶型，亦都係咧成棟4棟最大嘅單位138平方，咁亦都同樣係可以做到咗5+1房嘅。佢嘅格局咧就有啲類似於我哋頭先嗰隻126啦，不過就會顯得更加大啲，同埋廚房嘅位置啊等等有所唔同。咁睇朋友咧中意選擇邊一隻啦，兩個咧都非常之唔錯嘅。
咁另外兩個咧就會細單位少少啦，我哋分別嘅係110平方啊，我哋呢個03同埋04戶型，咁佢哋係直廳形式嘅設計，格局上邊咧就有啲類似於之前我哋睇過一隻88平方嘅，亦都咧係做到咗我哋有4房嘅單位啊。所以如果你想揾呢啲一線湖景咧，呢一個3棟就真係唔好錯過啦。好啦，我哋依家咧就去示範單位睇睇先。依家咧，我哋就入到嚟我哋一個花城嘅一個園林啦。呢度就係我哋啱沙盤所說嘅一個300畝嘅人工湖啊。呢啲環境係咪非常之正？每日食完飯，瞓醒落嚟散下步，個人都精神多好多啊！嗱，嗰邊咧就係我哋5期2區賣緊嘅一個最新一期啦，面積咧88到128平方嘅。單價咧9000幾到10000幾百一方咧就有成交，依家加多1萬蚊咧，仲送埋一個車位俾你，手上揸住5雞嘢咧就輕鬆上車啦。需要嗱，跟住我哋鏡頭咧再望一望啦。嗱，花城呢一個樓盤嘅示範單位呢，佢係按照1比1嘅比例臨時搭建咗喺屋苑裏面嘅公園裏面嘅，咁所以佢就唔係實體樓上邊呢一點呢，大家就注意啦。好多有客人呢睇完啲片之後啊，哇，覺得哇，示範單位對出去咁靚嘅湖景啊，呢個單位賣唔賣咁真係唔好意思啦，因為呢個呢係臨時搭建出嚟，喺個湖邊搭建出嚟嘅嚇，所以你而家見到裏面呢，嗰個環境就唔係咁樣嘅，實際上咧要等到交樓之後咧上到實體樓先能夠知得到。只不過咧，我哋而家更加關注呢一個戶型裡面嘅空間佈局同埋交樓標準究竟係點樣嘅。好，我哋而家即刻去第一個示範單位望一望先。而家睇緊呢隻咧就係佢1300尺嘅一個示範單位啦。你睇翻個露台啊，大到擺得架車喺度都冇問題。如果中意打歌庫嘅街坊咧，整翻嘅高爾夫練習場地喺呢度，空間亦都係綽綽有餘。個露台咧呢個位置出嚟咧係屬於一個贈送嘅一個空間啊，所以成個露台係非常之舒服。1300尺嘅單位咧係做咗南北通雙露台嘅一個佈局啦。咁我哋而家睇嘅呢隻咧，除咗冷氣冇之外咧，就係我哋交樓標準啦。入門開始啊，睇一睇右手邊咧，呢度有一個乾濕分離嘅洗手間，呢啲嘢咧我哋全部都係幫你做好晒噶啦。嗱，呢啲浴室區咧空間亦都係足夠闊落㗎。咁睇翻對面呢間房咧係屬於一個陽光房啊，到時咧我哋交樓咧呢度係一個圍欄嚟㗎，到時你亦都可以封翻個窗做一間房，多功能房，打下麻雀都冇問題，或者養小寵物嘅都啱用嘅。廚房咧就喺呢邊啦。做咗個 U 型嘅設計，望到嘅呢啲我哋亦都係幫你做好晒。南北通雙露台嘅一個格局啦，成個餐客廳係非常之通透啊！呢個屋苑呢個戶型咧，亦都係全新嘅一個4代住宅。再入嚟睇翻我哋啲休息區，每一間房咧亦都係贈送咗啲窗台位俾到你嘅。呢一間房咧就連出去就係我哋嘅景觀露台啦，入到嚟啊呢個主人房。非常之正，成個空間咧都有成300尺喺度啊！而且咧帶咗一個生活露台嘅呢個位置，到時咧可以做一個大衣帽間啦。我睇到呢啲位置亦都係送咗唔少嘅積數俾你嘅。右手邊呢度咧就乾濕分離嘅洗手間啦，望到嘅咧亦都係有晒噶啦。嗱，咁呢隻單位咧總數咧亦都係140萬鬆少少咧就有成交噶啦。咁跟住鏡頭啦，我哋再睇其他戶型啦。
我想做業主呢個頻道係面向住香港、澳門、台灣及海外人士。如果你近期想喺中國內地進行購置樓宇，亦或者講買到樓宇之後想進行放租、裝修等等一系列嘅服務，希望我哋呢個頻道都能夠幫到你。如果有需要嘅朋友，歡迎盡快喺 WhatsApp 下面聯絡我哋。我哋提供兩地牌專車由香港接送大家上到去內地進行實地考察。我哋業務遍佈住廣州、深圳、惠州、中山、珠海等等各大城市。灣區美好生活盡在我想做業主。